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8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香港警察把理工大学的示威者包围起来，要示威者家己离开，警方却发射催泪弹。中国的鸟车证已经有4例，台湾籍官司会看情形，发布中国旅游疫情警示。台铁的司机开车超速，互民众检举，也已经互台铁甲处罚啦。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到香港的消息。香港警方甲理工大学的示威者赶入去学校了后，透早阁甲学校4颗等等的车路拢总围起来，含救护人员甲记者拢袂当入去。香港警务处把对外宣布讲，袂冲入去理工大学内面，也要求校园内的示威者爱甲武器藏入来离开。不过示威者一离开，警方就随发射催泪弹，而且阁甲人抓起来。伫理工大学离无到100公尺的所在，4架冒烟散布，全部拢是催泪弹的烟。现场就连家己的面头前拢看袂清楚，所有人敢会当一直走一直避。香港警察出动真侪警力，因为铁线网内底一阵拼死伫走的示威者，想要对已经互封锁的理大学校走转来外口的世界。啊，毋过伊毋知影，理大外口的世界，警方早就已经准备要来甲因抓。这个妈妈无受到催泪弹的攻击，却一直流目屎。警方甲真侪少年囡仔抓起来，伊一直哭哭真袅袅看，想要找找出囡仔的下落。He's in Polytech, but I don't know where he's now. 透早的是，尖东的商业中心充满着紧张的气氛。警方若是认为什么人可疑，想要抓相就抓相，过道了后，封锁的范围就变小啊。记者背后呢，就是香港理工大学，而前面的天桥布满了雨伞，原本是示威者占领的地方，现在全部都是防暴警察。而香港警方现在策略呢，就是不让任何人靠近理大，也就是把理大包围起来。里面的示威者呢，除了出来投降被拘捕，香港警方呢不打算给任何退路。礼拜日警务处表示，未攻入去理大内底，啊，毋过呼吁学校内底的人甲武器放立，而且挂防毒面具赶紧离开。但是真正的状况是，你若是想要离开学校，警方就会随发射催泪弹，而且冲去你甲人抓起来，嘛互伫边仔关心的民众看甲哭出来。他们里面现在是监狱的一样，然后就很难可以跑出来。你们每天都说你们要离开这个地方，你们要离开，我们才不会对你用什么的暴力。但是我们看到的只是他们一离开，你就用那个暴力是更严重的暴力。警方无要攻入去，爱示威者家己离开。学校内底估计也阁有成百个人。理大反送中频道伫咧 Telegram 发布，留守学生伫专港市民书，表示讲因的心情真平静，要用花甲目屎来保护学校免受侵犯。到底有啥物罪？落尾阁强调讲无自由甘愿死，唔惊去互掠甲死亡，因为历史会判因无罪。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反送中的示威抗争，说互香港的理工大学变作是警民冲突的阵地。香港警察用包围方式，唔予示威者来离开。学界也呼吁讲警方爱放人，民主派议员也呼吁双方爱准则。香港警察伫下晡也出面来说明，希望理大事件会当和平来解决，也强调讲警方主动冲入去理工大学的讲法是唔对的。示威者18中到过后，成为第3摆突破港警防线意外失败，港警掠真侪人，造成闹会冲突。香港反送中示威伫校园扩开，香港理工大学17爆发激烈警民冲突后，校园正做战场。天主教香港教区副理主教夏志成18透早是要加入理大协助调停，佮要求甲警方指挥官见面，却被拒绝。都嘗試咗即係3個嘅唔同嘅地點啊，希望可以入去睇下個情況點樣，可以幫下啲同學。但係好可惜，即係3個地方嘅即係警方咧都同我哋講，即係唔可以嘅。港大、理大、科大等各經大學校長攏呼籲港警學留喺校內人士離開，不過同款被港警拒絕。向各界呼籲，請大家一齊出嚟。幫一幫我哋嘅大學校園啦！如果唔係，
我哋嘅大學校園就保唔住啦。多名民主派議員也出面為學生糾正，呼籲警方甲示威者愛站在唔通惡化局勢。都呼籲政府咧係盡快，希望可以留一條路俾相關嘅人士咧可以安全咁樣離開理大。希望咧喺琴日至到今朝早喺拘捕咗人士當中可以盡快釋放。港警18下晡出面說明，希望理大事件應和平解決，強調警方主動攻擊理大講法無正確。個別嘅同事可能喺追捕緊嗰個暴徒嘅時候，係會有進入過理工大學範圍。當完成拘捕之後呢，我哋都立即撤離。坊間留言話我哋主動攻入去理工大學範圍嘅講法係唔正確嘅。學生煩惱警方繼續惡化，恐驚會讓歷史事件在理大重演。留在校內示威者部分人士為充滿安慰校園順利離開，不過以為有真濟人想要為這門突破警方防線，卻是無成功。個民眾就請備更離現場。理大校長田金光對外表示，已經甲港警交涉得到保證。If the protesters do not initiate the use of force, the police will not initiate the use of force. 就將發起大三罷了後，全香港交通將要袂頂袂當。面對示威衝突情節，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罕見發表強硬講話，要求止暴制亂。負責主管香港事務的國務院副總理韓正，閣到深圳甲各級官員會議。香港區議會選舉24號要開始，有民主派議員呼籲選民愛投票作為變相公投，支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港警惡行。佢認為這是一場關係香港史上上重要的區議會選舉。記者綜合報道。講到中國打壓台灣，有影是無所不至，而且中國一再甲台灣威脅嚇驚。昨昏中國家己做的航空母艦開過台灣海峽，落尾佇中國解放軍的軍部在今仔日繼續佇因的頭版放台灣玉山的相片，而且正做背景也放着因6架戰機的相片。社評講報道佇我的懷抱內。但國家的國防部也強調講，一定會維護台海區域穩定。中國透直接家己做暫時編號002的航空母艦，17編組入去台灣海峽向南航行。美籍軍艦對佇後邊進行情報偵查。解放軍部18佇頭版係以玉山做背景的放6架戰機的相片，寫報道佇我懷中的聲明，小電線2天文攻武嚇。中共從來都沒有放棄與武力犯台，國軍會正更加的堅定自我防衛的決心，守護自由民主，捍衛中華民國的安全以及區域的和平穩定。國軍強調保衛台海和區域和平的決心，請個人放心。不過中美兩國的國防部長18進行會晤，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也強調講，中國絕對不容允態度繼續武嚇。中方始終致力於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但絕不容忍發生重大台獨事變。其實中國這隻家己做的航母已經經過8間的海試，目前佫佇測試階段。專家學者認為，就算這隻航母每年會當交付中國海軍，未來組訓換訓至少需要3冬。不過一旦變形，一定會改變區域的海上軍力平衡。這個嘛因為含2020大選蔡老培公布的時間真挖緊，引發其他的政治效應。在未服役之前，它本身是不具備作戰能力的，因為它目前並不屬於解放軍海軍它的這個編成的一個環節，因此在軍事上對台海安全，我認為事實上是沒有什麼的影響。尤其是中國大陸現在是一個軍事大國，它在軍事行動的部署以及計劃上面，應該是老早就有相關的規劃，不太可能這個像兒戲一樣的臨時有一些這個我們外界可以去刻意解讀的一些行動。學者認為，中國解放軍部趁機會釋放武器的消息，明顯是對台灣甚至講對美國、日本釋放強烈的政治心理戰的消息。未來不排除會對大選的瓦緊威脅的力會更加增加。記者綜合報道。總統蔡英文在媒體聯訪的時陣，訪問到中國的航空母艦開入到台灣海峽的問題。蔡英文也表示講，台灣有在調保護家己，也講到香港的情勢是政府用政治對付人民。
总统蔡英文早起去台中参加台中国际机场的航廈扩建动土，承诺和中台湾一个完整的国际机场。下晡去新北陪同星儿参加活动。不过会后媒体联访，大家上关心的嘛是中国家己做的航空母舰航行台湾海峡的代志。另外对香港情势，总统强调讲，政府不应该用枪支对付人民。我们有能力防卫我们自己，那请国外人也都要放心。香港人的诉求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回应他们对于自由、民主、人权的诉求，以盾牌、子弹、手枪相对这个不是一个政府在处理一个人民非常正当的诉求的一个态度。蔡老培已经成，总统强调是团结的政党。对国民党部分区名单出来了后，引发拿亚内部的反弹，但是支持度并无转向支持民进党。总统敢若强调，民进党是理性的立场。民进党公布的副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早起是和党主席杜英泰做伙为新北12位党籍立委满阵炮造势。被问到心情甲台独的立场，赖清德无讲。说你是因为派系，所以你才决定妥协。我刚刚讲了，其实他不懂我的心呐，也不懂我们的心。好，谢谢。深宫院出来了，谢谢。民进党主席杜英泰是强调团结的重要性，一旦违纪参选，一定党纪处分。一旦违纪参选，党纪一定是尽速严明的处理。总统连任跟立委、国会过半的这个目标，这个工作不宜出现任何的杂音。总统立委选举进入正面对决的阶段，蔡老培分头走行程，要展现两个人加起来的力量。但是，伫面对党内不同款的声音，民进党中央是有软有硬，希望将冲击降到上低，嘛要变国会立委席次。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国民党不分区立委名单的争议，前新北市长朱立伦有讲，外界拢伫咧批评。不过，党主席吴敦义说讲，名单是公正无私，会互外界来肯定。另外，在中选会是今日开始进行总统的选举登记，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也透早完成登记。面对着民调变化歹，韩国瑜说讲伊无烦恼，定国更靠势民进党。支持者真侪前的迎接，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甲副手周成哲18中昼11点半正式去中选会登记参选2020的总统。韩国瑜讲，希望讲会是一场清气的选择，搁一届呼吁侨胞爱回来投票。2020年选举跟一般民主国家的选举不一样，2020年是中华民国的生死存亡，全球华人人人有责，所以希望海外的侨胞朋友踊跃回来投票。针对上新的民调结果如何对手，韩国瑜唔但袂烦恼，顶多佮讲家己笑甲真欢喜，佮靠势总统蔡英文。民进党傻傻的，老是迷惑在得民调得天下，但是我完全不一样，我认为得民心才能得天下。所有的造势场合大家可以看得到，到蔡英文的场合等一个便当，到韩国瑜场合等一个人。韩国瑜强调讲，选战的时间要挖紧，大家拢会团结起来。拜以国民党党主席吴敦义、副主席霍良斌、前新北市长朱立伦做伙去分任替党籍立委参选人谢淑雅来徛台，表现出团结的气势。不过国民党不分区的争议却继续伫拖。当然，大家对这份不满我们希望沉淀几天，我们最后还是要大家共同努力，团结在一起。这个名单不管有缺点或者有优点，都是完完全全公正无私的，所以我觉得应该会得到社会大众的基本肯定。吴敦义强调讲，不分区名单无可能每一个人拢会满意，名单产生的过程一切公开，绝对无任何一个人会当决定。不过选战开始到达时间，国民党牛条来搭牛尾的风波，那就也未结束。记者综合报道。2020年总统大选在今日开始登记了。前民党党主席宋楚瑜甲伊的副手吴湘，透早11点就去到中选会来登记。另外，在今日也是区域立委的参选登记日子。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甲台北市长郭文哲也替因的人去徛台。甲甘仔新的国代第5届参加总统大选的前民党主席宋楚瑜和副手吴湘早起11点出现伫中选会，正做2010总统大选头一组登记参选人。用尽平生所学来回馈我所爱的台湾，卖个关子，到时候大家都会看得到，会有让大家眼睛一亮的
第1名。选出的总统大选最后一战，抢头有登记参选，代表国家军的应联基金会执行长刘玉堂出现伫现场，感谢代表讲会出现伫亲民党的部分区立委名单当中，宋楚瑜无讲啥。这才是真正叫庶民了啊！自己开车自己来登记。清新赛胖卡，鸿海创办人郭台铭陪国家军的主席兵李进英登记立委参选。如果李进英当选，有3个立法委员服务，还再加上郭台铭，跟我理念相同的，中华民国派，我想我会呼吁我们的选民去选这一些。2010总统大选三脚督的态势确定，郭台铭讲要支持理念同款的人，无明确点名，嘛强调会专注伫国会替少年人立法发声。伫口号声当中行，身兼台湾民众党主席的台北市长高文哲率领朱立兵登记立委参选。政治家跟生意人不一样的地方，生意人就每天在算，政治家是有目标就勇往直前的。应该是礼拜3会来登记的，所以大概差不多了。我看就是这样的，常常就是有时候有该沟通的、该协调的去协调。除了区域立委选战必须要全力拼之外，民进党的部分区名单也还未出来。风声讲是卡伫新光集团吴欣盈的身上，但是郭文哲若讲按算20会登记，到时阵就会知影。选举登记的头一天，各方面的人马拼气势，希望得到好彩头。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顶礼拜，中国的内蒙古有一对翁仔某确定去检查鸟车证了后，到昨还有新的病例。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有4例了。咱的入关署表示讲，要长咧监控中国的鸟车证，若准是探到病院社区的情形，就会有关中国旅游疫情形势。中国鸟车症的疫情继续伫增加。第12内蒙古的翁仔某去互确诊是鸟车症了后，17内蒙古佫发现一件确诊的个案，初步判断是因为食野生的兔仔泉去互感染。到目前为止，中国总共累积有4个鸟车症的病例，其中1个人死亡。有2个个案到北京去就医。那最近呢，在这个内蒙古呢，今天也有确诊1例是有这个到野外去剥食野兔的一个状况那在北京的这个个案的话，目前还没有相关的院内感染或社区感染的状况发生。不过，它在内蒙古感染的源头呢，评估跟今天公布的这例生食野兔的个案没有关系所以感染源还需要再调查。疾管署表示，鸟车症是伫咧个禽类甲家走之间一种人甲精神共通的传染病，透过家走传染予各种动物甲人类。头期先发现是家走夹着伤附近的淋巴会开始发炎，或做疝气液了会引起白血症的鸟车症。过来经过会感染到身体各部位，而且嘛包括脑膜。若是细胞触发性的感染，就会变做疝气液，而且嘛有可能会造成肺炎、总结液，或者是引起形膜生长。而且疝气炎会当透过家扫伫咧人甲人之间互相传染，若是无经过治疗，致死率会当达到30%至60%。毋过目前抗生素的治疗已经会当降低鸟车症的致死率。有限鼠疫，说不定同时还有会鼠疫，所以大家不用去注意这个一个会一个县的差距。它一个细菌感染，它就是随着你的血流，可以到内脏的各个部位。疾管署强调，台湾自从1953年以后，就无鸟车症的病例。目前正在监测中国鸟车症的疫情，若是发现依赖还是社区感染等等的状况，就会随提关旅游警示的层级。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公布到11月15为止的统计，当日放无薪假的人数是2668人，是今年上届高的。劳动部表示讲，其中有3间的企业人数较济，企业也讲因为中美贸易战到单也未停，也受到影响。学者也认为讲，受到影响的拢是特定的产业，也建议企业爱转型，唔通靠势单一的市场。港股机械产业成礼拜，太阳能甲电子零组件的工厂嘛开始放无薪假。根据劳动部的统计，11月份放无薪假的业者还有人数嘛创新高。除了原本的港股机械业者400人，佮加上一间太阳能电池制造业，一间电子零组件批发各400人。有达到2668人。那之前有一些工具机的业者，那我们这一期也发现有一些太阳能电池的这些相关业者，还有一些电子零组件的批发业者有这样的情况。劳动部统计，8月份到10月份之间，无薪假的人数拢超过2000人，年底状况是更加严重。除了受到景气影响，港股机械成礼拜也是主要的原因。业者嘛感觉状况无好，烦恼中美贸易战继续落去，订单接袂到，利润嘛去互汇率接去。
们现在遇到的一个无薪假的状况，确实都已经在产生了。虽然有些他们没办法去跟政府申报，确实默默的在实施无薪假。学者指出，汇率甲中美贸易战对台湾的企业主来讲是两种伤害，无薪假是不得已的做法，成本较省的变通办法，毋过嘛要趁这个机会来思考产业技术升级，唔通干那注重高阶市场。受到很大影响，大部分都是比较传统的金属机械产业。那无薪假的结果至少可以让员工还可以拿到他的固定的比较低的薪水。那长期而言，我觉得政府各单位是不是可以带领的我们的厂商转型？业者提出咯，政府提方案要救企业，劳动部嘛配合经济部相关措施，在劳工无薪假的期间，提供相关的职业训练也是辅导措施，希望讲会当做伙度过小月，嘛伫咧景气真歹的期间，让所有员工会当增加自我的价值。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有民众向媒体投诉，讲台铁司机要入站的时阵拢无减速度，甚至佫超速。台铁表示讲，确实有犯差做错，也已经开始调查。到顶礼拜五，抽查全台湾1600多件，发现讲内面有4件违规，也已经甲司机处罚啦。火车入站之前，爱照沿路的灯号大大减速，照台铁即摆规定，而且通过黄灯的时阵，速度爱降到60公里以下。毋过因为系统也是有互因春秋的长度，有司机员通过黄灯了后，也是无减速，甚至时速佫维持伫咧90公里。台铁证实已经开始调查，到顶礼拜已经调查1600多件，有4件违规。超速只是少数的个案，那这次呢，我们也全面的清查，的确有少数司机员呢。在这个速度的控制上没有做好，那我们也会根据规章来做一个全面的检讨。而且，有司机员8工违规12届，台铁表示会照规定来记升改警告，暂停勤务，而且加强教育训练。若是台铁伫咧去年批嘛事件了后，逼出卡手无够，佮人流袂掉的状况，劳资双方总算伫咧拜一签订团体协约，新一摆员工会当照劳基法到1半年了后就年假，要像过去爱照公务人员到满1年才有年假，而且未来红台铁也是所运期间出去，嘛加发1倍的工资。班班制的轮班员工的工时条件铁路局的特别疏运计划，这个部分都是所有加班费的给付都是优于劳基法，劳资关系更和谐啊，就越有助于台铁的一个改革。劳方不会轻易罢工，那代表资方的单位呢也必须要依法来行政。毋过，因为甲台铁来签团体协约的劳方代表是台铁企业工会，敢是无都确定未来台铁产业工会也是会发起休困、罢工等等的行动来影响疏运。交通部表示，针对无共工会意见，拢会来尊重，嘛会保持沟通的管道。记者综合报道。桃园机场第3航厦简化了的设计图，本地11月底卖出来，真有可能佫爱前后啊。机场公司表示，主体航厦若准明年来动工，完工的时阵可能佫爱慢1年。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在今仔日审查桃园机场的预算，有立委认为讲一再改来改去，也要求因伫2月底爱提出检讨报告。桃园机场第3航厦因为变更设计，招标时间会延到明年。机场公司证实完工时间可能会延后1年，不过来台湾旅客每年增加，目前平均每工710架次起降已经前方。机场公司请顾问公司评估，是不是可能升起第3航厦北平停机坪？假如北廊天可以先盖的话，它比较可以满足未来这个每年增加大概200万以上的这些旅客进来，因为我们不能叫他不来啊，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这样做。但是另外考虑预算的整体预算的一个规划问题。虽然希望升起第3航厦停机坪，也要看最后财务评估，预算面阁超过。行政院今年初才增加桃机第3航厦预算调悬到789亿，不过主体航厦依然第3摆流标。机场公司甲设计团队沟通是不是简化部分设计被拒绝。8月份交通部长林佳龙下令确定简化设计方向，免阁增加预算。原本有设计感的海应意向触定的消息，结果改变工程阁延后。国际建筑师的设计，它有它的整体性。当你如果剪的三不像的时候也不好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能保留他们原来的设计的一些精神，
然后也请这个陶机公司来做一些检讨。立法院交通委员会进行讨论期间，公司有选审查，真侪为立委批评。第三项下解释结果一直流标，进度落后正做国际笑话。委员会决议，相关机关无考虑厂商技术甲成本，指出有算成本增加，互厂商无必达标，要求交通部甲机电公司明年1月爱提出设计检讨定案。记者综合报道。有30年历史的高雄一直夜市啊，因为这款违法摆档情形也真久。这个月11结束了后，超过6成的大头爬上刷去凯旋青年夜市边啊摆档。不过也有大头希望讲转去原位来做生意，下晡也去到劳工工园登记。不过高雄市政府表示，无伫咧合法的时间内面登记，可能是无法度再登记啊。等来到过去摆档的所在，几十名摊商心情真复杂。资本做生意的所在，即马拢警察，就是为着要互因搁摆档。这阵摊商拢伫高雄一直夜市摆档，但是因为人真济，定来互居民怨叹，嘛互市府发现无依照规定，伫咧期限内以管理委员会组织的名义提出申请，而且爱得到同意，所以市府要求大头爱刷去校外的场所继续营业。就是有人试过了啊，都是亏很多钱。落去遐个较袂食钱。一定的啊，你想咧？大家这是大家拢欢乐，不是讲我欢乐呢。六合夜市也是路边啊，为什么不敢？为什么就可以取名说观光夜市？那这边相对的也可以变成是观光夜市啊。夜市当中有6成的大头决定要刷去凯旋青年夜市边啊摆档，但是嘛烦恼讲生意无好，发出希望政府卖消灭夜市，是爱多方面讲说，互大家拢有生存机会的口号。他当然有他抗议的权利啊，但是呢，我们是完全是按照议会的决议依法行政。我们会请警方来尝试的执行严加的处理。不过市府态度大正的，警方嘛表示，18暗一日夜市都袂当搁摆档，会动员200名警力伫现场处理。不过摊商强调讲，会搁找搁较侪管道争取权益，希望有解套办法，互一日夜市伫资本的所在搁活起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回来看后真。美国的《纽约时报》16写到一位无起名的中国官员，提供中国政府内部机密文件。唔但有中国列委个新疆人的细节，阁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官员所讲的机密内容，包括到2014年爱用什么手段来攻击维国新疆，佮爱这官员当去甲这晓来的维国学生讲因兜的家属放掠，是因为接触到伊斯兰真激进的思想，当来接受治疗。中国这几年来以反恐名义掠超过100万维吾尔人甲其他穆斯林等少数民族，将因关伫所谓再教育营。不过中国一开始无承认再教育营的存在，后来表示是一零培训中心，防止恐怖主义拓开。近期还佫讲，大部分维族人已经回归社会。不过这几年有愈来愈多中共压迫新疆少数民族的证据出现。纽约时报最近得到一份403页报告。内容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各种场合发表的讲话，亲像爱将再教育营的人进行教育思想改革，将这过程叫做治病，将新疆上巧的维吾尔人送到中国各地大学读册，培养效忠共产党精英。也个建议官员甲校外回乡的学生讲，家属因为接触伊斯兰激进思想，才来接受治疗。Once a week, they showed us a video of Xi Jinping. Then they told us to write assessments on ourselves. They wanted to make sure our ways of thinking changed and improved. Every Monday at 9:55, we had to stand up and sing the Chinese national anthem. For the rest of the week, we had to sing 5 songs every day. 文件透露，2014年维族武装分子提刀伫昆明火车站发动攻击，造成31人死亡。习近平要去视察，要求官员动用全程工具，毫不留情谴毒伊斯兰激进分子。2016年，要伫西藏进行高压统治的单全国接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了后，再教育营规模扩大真紧。伊根据习近平
平的指示进行种族灭绝政策，要求学校不准讲维吾尔话。伫各地设灭种辨识监视系统，一名叫做王志勇的官员，伫2017年将7000多名在教营的人放出来，中共对进行公开处罚，罪名是严重违背党中央治疆策略，就此被消失。记者综合报道。日本的野虎日前主动甲同性软体奶提出公司合并经营的要求。10月中昼有风声讲，双方已经达成合作经营的协议，伫咧明年10月以前会合作来出资，建立公司拢总有50%的股份要来做伙经营。意大利的水都威尼斯一礼拜内淹3摆大水，而且拢淹到150公分悬，也是100多年来大涝时阵上歹情形。也因为安尼，圣马可广场17也是同款阁封起来啊。意大利水都威尼斯17拄过下晡1点，水位来到迄天上悬的150公分，虽然比当局预测160公分较低，啊，毋过淹水状况也是真歹。圣马可广场关起来，附近店家无得做生意。为这镜头会当看到落地窗的外口，水比店内灌出真多。这间药妆店是叫水淹入去，药啊拢害了了，店内乱糟糟，让看甲会心惊。L'ultima sensazione di vedere l'acqua che era mescolata col gasolio, probabilmente perché negli appartamenti più bassi sarà entrata l'acqua, si sarà rovinati mescolata con i serbatoi del gasolio. 威尼斯过去这一礼拜以来，拄到水灾数量是因年真少看到的，嘛是为1872年有官方记录以来，伫一年内出现3摆上无150公分的灌水位。更莫讲这3摆拢发生伫同一礼拜。17出为150公分，19 154公分，12甚至发生53年来上悬的187公分。游客来到浸伫水中威尼斯，毋过减少旅游行程。威尼斯市长布鲁纳罗表示，这届水灾已经造成10亿欧元，差不多新台币337亿的损失。Il problema fondamentale è che magari non si sta facendo nulla per concludere il Mose. Il Mose che bisogna finirlo, bisogna assolutamente finirlo a tutti i costi. 无设计划到底上无50亿欧元，已经超过16年无运作，伊是伫2003年启动的风水工程，啊，毋过因为贪污停落来。记者综合报道。伫咧美国亚利桑那州有一位副警长，到过伫咧一间新创机构处理有人伫咧乱的代志，率真粗鲁，甲一个无双手、无双脚15岁囡仔压伫涂骹，煞互人用影片甲伊录落来。这段影片也放在网络，引起真大争议。这名副警长也先放停职接受调查。亚利桑那州土桑市这个副警长伫这间新创机构处理风波，所使用的手段引起真大的争议。15岁失去双脚双手的少年，情绪真激动，对执法机关大声骂。好心在至少有伊2倍大的副警长真粗鲁，骑倒伫裤骹，伫边仔用手机录影的这个少年，头壳嘛互警方攻击。Men and women with badges and guns should not behave this way. 警方9月26日起接到报案的电话，机构的工作人员表示，这个新疆少年向情绪失控，大声发烧，动到粪扫桶，副警长就去处理，将这个新疆少年和伫边用手机录影的少年抓起来，佮将2个人送去青少年拘留中心，以行为脱罪的罪名甲起诉。And the results of that investigation will inevitably be conveyed to the county attorney's office for review to determine if there was criminal activity on the part of our deputy. 当地电视台这个月10日播出全长8分钟的录影画面了后，检方决定讲就撤销对这2个青少年的起诉。涉案的副警长嘛已经被勒令暂时停职接受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继续关心着香港的消息。香港政府伫咧10月引用紧急法设立禁止服民法，想讲要来挡店反送中，想袂到是愈舞愈大坑。24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18号判决出炉了。法院认定讲，紧急法伫咧危害公安的时阵才会当使用，而且禁止服民法对基本权利限制超过合理需求，法院认定因是违反宪法的。
晚上向示威小五个月香港街路不时爆发警民冲突，示威群众挂催暗甲警方对呛，港府10月引用紧急法、定禁和平法，引起真大反弹。24位反民主的法会机关申请2件司法覆核案。香港高等法院18裁定禁和平法违宪。香港立法会禁止和平规例小组委員會對判決結果正作2派聲音。立法會不能處理一個違憲嘅法律，呢個亦都係大家都冇爭議嘅嘢。咁而家呢個會根本就冇可能繼續討論落去。益咗香港呢係一個非常之重視法治嘅社會。而家法庭呢係仲未有任何所謂 relief， 即係點樣處理呢個案呢？法庭都要聽翻雙方嘅意見之後呢，再判斷。其實一般嚟講咧，如果有一條法例被判違憲嘅話咧，就政府就唔會根據嗰條被判違憲嘅法例咧去執法嘅。議員認為港府未接受判決應該上訴，不過議員有必要出面甲市民講清楚，這一擺香港高院裁定緊急法在危害公安的情形下使用違反基本法，因為禁和平法對基本權益限制超過合理需要也認定違憲。社會民主連線創始人楊國雄表示，香港目前被軍政府統治情形依然不樂觀。緊急條例咧，其實係冇一個超然嘅地位嘅，即係話唔係話特首可以攞住呢一條差唔多100歲嘅殖民地惡例咧，就可以隨便去訂立一啲法令嘅。聽到高原就是說這個是違法，我們就是很高興啦。我們在尖沙咀所有人聽到，我們都歡呼起來了。部分市民認為判決合理，歡迎秉持司法獨立審判，不過引起學者煩惱，香港司法機關堅守人權最後防線，可能被中國看作眼中釘。像過去黃之鋒可能被逮捕之後，或者是說有些民主派人士被逮捕之後，可能在司法部門都做一個輕判的動作，是要為這些司法人員另一幫人看到，那有可能未來親中共的政權可能會對於司法人員來進行這個進一步的整肅。對香港市民參加示威抗議時是不是合面，無被公開身份，法庭這擺無定限，20會開庭處理，聽雙方陳述，討論補救解決引發的情形。記者綜合報道。抗疫法修法無結果，環保團體伫個昨也在總統蔡英文全國競選總部成立大會來抗議，也因為抗疫法修正草案無伫個這會期完成參討，一切攏是白了工愛定來。經濟部長沈榮景透早也表示講，這個法案相關團體攏無共識，才安尼無結果。為高樓掛出烏色布條，寫着小英無受抗疫法，國土對白了。地球國民基金會台北辦公室多甲民進黨中央黨部攏佇北平東路，17總統蔡英文成立全國競選總部大會，地球國民基金會照場地優勢掛布條抗議抗疫法修法卡條咧，各用放上頭定情。蔡總統得到人民的授權，有人講。行政長蘇貞昌上台時一度被打斷，警方以安全為理由上樓要求提掉布條在我們的辦公室門口，待了非常的久，希望可以進來，排除布條跟我們的音響。對，那最後就是我們布條成功放完之後，有讓警察排除掉。那當然會影響到現場這些支持群眾，可能有一些小孩子或老人家的不舒服的感覺，我們非常抱歉。但這些礦下的居民其實忍受了30-40年。被批評是鬧場，環保團體是無奈表示，抗疫改革是已經過身紀錄片導演謝碧玲的遺願，也是蔡英文答應過代誌，不過修法卡關。本會期只剩1個月就要結束，假使無完成參討，都要砍掉定論。經濟部長沈榮景再去回應，抗疫法修正草案雖然經過4擺黨團協商，不過利害關係人無法度有共識，是上大問題點。包括人民的部分，以及環團的部分，還有企業、政府，大家的看法都不一致，所以沒辦法取得共識。環保團體對整個國家的環保政策跟環保的跟經濟發展的衝突，一直都比較強勢，我們已經找不到那個可妥協的點。
不过推动修法的民进党立委林淑芬甲全团拢表示，被保留需要讨论的条文其实只存3大重点，有抗疫权的加强管理、抗定距离做到的安全距离、甲关注民族权利落实。全团认为，只要立法院长苏家全愿意召集协商，开启讨论，也是有机会在本会期完成修法。这是历年的责任，也是蔡文的承诺。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道149架线是高坑甲草岭之间真重要的车路，说伫咧9日一地动断去，阁有800水灾甲吞搭，交搭已经20年啊，总算争取到经费要开始修理。当地民众也真期待，希望会当互高坑观光愈来愈好。云林高坑上湖川往草岭149架线道，20年前因为九起大地震了后，放一个路断去，当地村民也是游客要出入草岭，拢爱西路经过南投关塘头，才阁接转去149架线，车程增加20-30分钟。即马经过各界争取工程费用1亿4599万，10次开始做修复工程。终点这个民隧道口就在这里是终点，那起点在这边那沿路我们会全部来给它修复包括这个耶护兰破损的路基下陷的这个路基下陷的部分，然后义滩湾区刚才讲我们都有相关的设施来做一个复建跟处理。分管府表示，149架线长20年，嘛因为安尼影响到当地观光。为着高坑的观光发展甲健全的交通路网，分管府拟定149架线修复，用3阶段进行改善工程，预估110年3月份的完工。阮伫遮呢用3个这个阶段来恢复149架第一就是阮路段的这个修复啦过来就是咱整个的这个专段的通车啦过来就是咱江桥的这个新建啦这3个阶段要来恢复149架啦真欢喜的，真欢喜的，真欢喜的。因为这个算会当行着家己的路，行着咱家己故乡的路，毋免行着经过别关安尼，感觉上好的。当地民众表示，关到149架登去了后，村民要登去厝的路是变真远，真侪游客因为爱西路嘛无愿意上山，对地方的观光影响是真大。期待完工恢复通行了后，会当互高坑乡的观光变搁较好。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埔中马明山的5年王正饭搭是5股14庄伫咧轮，由老王、孝王、四王3位大千岁做主考的大考年，因为5年才一摆，才甲这12位王爷叫做是5年王。这款真特殊的宗教活动也受到文化部的认定。文化部长陈丽君甲科技部长陈良基也做伙出席活动，邀请大家来关心着台湾文化。文化部长陈丽君则是亲身到云林县埔中乡马明山定安宫颁发5年千岁大考，定到为国家重要名胜的证书和秘方，感谢秘方用心传承地方信仰的传统科技。感谢咱定安宫主位甲侪乡亲甲这个重要的民俗咱的这个信仰甲保存完来凝聚这个地方的感情上重要就是讲咱台湾的这个民间的文化的这个生命力来保存来继续来发展。部长的在地人科技部长陈良基嘛专工转来到故乡参加这项大代志。咱伫遮大汉，伫遮受这个信仰，会当安尼尾也伫中央政府咧服务。所以今日欢喜，我希望讲咱这个责任嘛当甲打起来今日会当受到认定我相信不只是咱定安宫的这个公园是咱整个云林县民的这个荣耀啦所以我们与有荣焉。对于云家人500外的乡村来讲，定安宫的5年教大考节是非常重要的大代志。请王爷、送王爷仪式祭典几个月劳累器材，是云林上有规模历史的王爷宗教活动。10月底。咱庙内做祭典拢每一考年拢有万外尊的神尊倒来感召。已经传承100年的重要文化资产，毛纪录片的导演跟文书学者导日要详细记录5年千岁12位王爷信仰的精彩故事。人讲写册我才会写1个月啦，但是这个月上年我才会去30张啦。咱甲乡镇甲咱5年人甲神明之间的一个故事咱一个甲写出来。目前全国得到认证的国家重要名胜有21项，云林县就占4项。云林县虽然人口较少，也毋过伫民俗宗教文化的深度佮影响力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文化处日前将大目屎老枫林登录做传统技术保存者，
已经70岁老黄龄也伫咧做大目修复的工作，希望这项大功夫会当传万代，互众人看到庙宇，互人感动的所在。伫古早起庙是真讲究，不管是大娘或者是斗景安排，只要是庙内一底茶，就一定爱做笋，也袂当用钉仔钉，完全考验大目师傅的技术。也因为完全靠经验加18个功夫，云林县文化处也甲老黄龄定着做大目族技术保存者。这要做的过程吼，就是爱先画图、放样，再来遮换。放完了有做班啊，互才落去画烫茶的，才互师傅落去做。来用这个木做的吼，是较耐看。你看，你逐回来看，逐回看了就好看。大目是庙宇的骨架仔，将基本的大牛、条仔安排好势，才当安排其他作品起哩。不管三宣殿到拜殿，对金钱卡到天井，会当看到高纸、剪黏、插花有路。搁再看到庙红仔的建筑甲故事，都会当看到艺术用心安排设计。我真优秀的一个啦。伫即摆来讲吼，大目师足少的。庙宇经过历史朝代，经过风吹日拍，来来去去的庙宇有台湾文化的缩影，也有里外记忆。大目师傅用心的工艺，互文化历史有保存的空间。建筑的修复甲保存，将优秀的工艺正做建本。互咱不管时，都会当欣赏到台湾工艺精彩。记者综合报道。西瓜敢一定拢生伫咧沙坡顶头咧？伫咧台中龙井的农友钱英杰，开一年的时间，甲较细粒种的西瓜种伫咧病仔顶，究竟有偌特别？咱做伙来看。今日阮色伫咧边架仔顶面看到的拢是青色的田，详细甲看红色的网仔内底就是西瓜。甲一般人对西瓜生伫咧河床的印象真无共款。这是台中龙井区农友钱英杰为着互西瓜更较甜的种植方式。伊专心就是将所有的养分加提供，所有这花我就所养分吸收的养分提供了这粒西瓜用安尼尔。介绍西瓜虽然拢无介大，不过真甜。透过网式栽培的方法，西瓜有更较充足的日头光，肉质也更较幼，而且这种细粒西瓜也有家己的市场。现在都是家庭的这个成员都比较少了之后，我们是学习日本最近他们在市面上都是一些小型的西瓜非常的畅销。甲市面上看到的大西瓜真无共款，钱英杰真用心，甲这世界礼拜的西瓜品种顾好，唔但互西瓜产业有更较进一步的发展，也符合现代社会小家庭较济的这个趋势，互民众加一个选择。记者综合报道。中央社日前出版一本以台语文为主的人物专访册，做伙行台步，采访24位来自不同领域，而且拢是为台语拍拼的人。中央社的社长张瑞昌有虾米款的心愿呢？咱也做伙来看。用经典的台语歌曲插入现场气氛。以台语文为主的人物专访的册，做伙行台步。册中访问24个人物，传授24节小花连篇的台语课。中央社嘛特别举办新册座谈会，邀请受访者来现场分享对台语的感情甲想法。拄仔老师讲喺丘口，我嘛有一个感受呢。但是社会气氛其实无遐尊重别人的时阵，你会唔对？可能台语的消息大家真拍生囝也是真对这个物件感觉真恐怖，但是过程中就会足严肃去看待这项代志。但是有当时莫安尼啦，就是较轻松的互伊先有兴趣。莫去讲台语变成一件有压力的代志，实际互台语融入生活，才有法度互这个语言流传落去。咱咧说这个包括台语的创作，我相信对舞台，对电视、电影等等，拢是会使。咱咧讲的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内底，伊会当较开阔。其实不管是布袋戏、戏剧、电影，也是流行音乐，这拢是会当互台语更加融入伫咱的生活中，互台语生活化，互台语无距离。记者杨淑成、林凤明采访报道。今年得到53连奖的画家林成国老师，今年也已经80岁啊。
伊无因为年龄甲身体状况停止画图，颠倒是愈画愈大幅。除了画图，伊阁写10本的美术史相关的册，对台湾的美术有真大贡献。无石头，无能力共款。啊，迄款物件嘛是有种生命共款。 台湾的溪水长流水，这石头的倒照影是光如镜。伊是画家林成岳，2008年得 Parkinson 神经系统有过恙，不过伊也是坚持创作，一天爱画6点钟。我这个方案是舞台，不是床。所以舞台的话，它就我很自由，把很多我想要的东西组合在一起。林成岳一画就超过半世纪，在台湾无共城市举办画展，要展现咱台湾景致的美丽。就那亲像是画布顶的石头，林成岳的生命历尽沧桑，伊的父母因为战乱，真早就过身啊。6岁伊，天地就是伊上好的伴。 苏台美术系毕业了后，到西班牙学油画，经过日治时期戒严、冷战，又搁摆因为飞行机失事，险险啊死在他乡。伊对艺术和生命也因此有更较侪的体会。我们这个长期以来是别人的文化殖民地，台湾的面是你的生存空间跟你成长的历程都是非常有限的。 什么叫做艺术？这个东西变成一个长期的问号。为着培养台湾新生代健全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林成岳写这一本艺术史相关的册，不管是美术教育或者是文化评论，拢会使看到伊的形影。他不仅是一位创作不懈、伟大的艺术家，他也是思考不懈的思想家。 尤其是我们艺术史家，而他的艺术史来自于他有非常深邃的世界观。我有时候很感恩的，就是说能够在这里靠我自己的这个创作，我过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但这里面经过很多苦了。 今年第41届53面奖颁予伊，林成岳讲，上好的画到呾伊还未画出来，伊阁要继续画出对社会的关怀，也有对土地的热爱。记者阿敏珍、张玉水台北报道。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明仔载中部以北、东北部上低温度是16到18度，沿海广阔地区可能会到15度。南部花莲、台东上低温度是18度到20度。明仔载天气要变寒，雨仔就要加减满。明仔载天气咱也做伙来看。北部地区对17度到23度。 中部地区对17度到27度，南部地区对19度到28度，东部地区对17度到25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14度到24度。 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的最后，也请您来到古巴看哈瓦那建成500年的庆祝活动。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马上同一时间，咱再会。